121年度推动客语教学，2年自由學教老人員，推動客語教學自由人員。葉崇耀處理教書級專業技術人員。大學嘅學生來自四面八方，所以90%嘅學生還有上課他們是客家話讀書，冇人讀書；他們是客家話人讀書，冇人讀書。大學生唔好讀書，大學生嘅反應就一個冷漠。因為我教係客家方言，所以很多文化觀光行業，針對也文化觀光行業編18組嘅課綱。我哋用公婆1世年就為客家話、為客家文化，就係我嘅志業。我哋用公婆牽手向下行一條路，唯一思想強強嘅就係做客家。我做文化上嘅產業，我做有客家人即將消失嘅行業，或者一隻行業一下完全就冇嚟消失掉嚟。客家人嘅生活嘅點點滴滴嘅上頭擺有客家有一個很多硬頸業人士，就專門用相片來呈現客家人嘅生活習俗。客家人嘅生活，一種生活就一隻故事，一隻行業就一隻故事。傳真引線，手工聯散，針行一步，線就行一步，針過線就過。也就係人生，也就係我人生。我嘅將來就係針過我線就會過來。千言萬語就一句話：心親佛傳。我冇辦法繼續做一個事情咧，但是我按多年做嘅事情，要做乜嘅佛傳，變到一把火，種子嘅火，隨時就點嚟炒，心親佛傳。